刚开始南投县的消息，这个南投县有一个无党籍的议员，现任的议员哦，叫尤宏达。 本来是这届议员选举的落选头，因为有议员被判当选无效，伊就来补起嚟做议员。想袂到，这个尤宏达又搁涉嫌甲厂商讨红包，被法院判刑7年确定。伊这个亏呢，由本来落选的国民党籍，中国配伍苏雪燕来补。这个苏雪燕嘛，因为安尼变成全国头一位伫台湾做县议员的中国人。学院遮个咱是大报告。 学院是咱庄的新妇。这是南投县议员候选人苏雪燕当初竞选的是用台语上台画面，即摆意外补起哩当选，互伊真惊喜。接到这样讯息，也蛮意外的。那对我来讲，更是一个责任的开始。 苏雪燕是中国河北省来的，1999年嫁来台湾，2018年代表国民党参加南投县议员选举落选，即马补起哩变做全国头一位中国的县议员。原本落选第3名，干那3432票，未来敢有法度代表地方的声音？以这个选区的生态来讲，算高了，但是对我来讲，还是觉得努力不够。苏雪燕是补洪改一个无党的县议员尤宏达的位，尤宏达原本是 即摆选举落选的头1名，因为其他议员红判当选无效补起哩，结果伊伫任内涉嫌向工程厂商讨983万，红判7年，失去议员的资格。在合乎比例原则及非强制性原则的考量下，启动相关作为，以促使刑事判决得以有效执行。 尤宏达目前无对外做回应，南投检方嘛对尤宏达启动防止逃走的机制，警方是咧加强巡逻，防止逃走的情形发生。地方出现全国头一个中国的县议员，嘛变做民众拢咧讨论的话题。